再来看马湾风台外围环流，甲东海岸上大的烟仔站设伫海面的气温拢开掉，台东的基号渔港的码头嘛放弃，因为基号海口是东海岸选湖的研究基地，或者是讲嫌码头拢互风台扫歹去，海面超过150种的选湖生态，实在是真使人烦恼。东海岸基会渔港码头海底沙洲拢被长期的码头，即么大型也会超过100张。码头顶悬定期渔网作业用的吊车过出去，已经无法度用。受到马洼台风的侵袭以及一个强浪的侵袭，码头面呢已经塌陷恐怕没办法作业，整个那个吊车已经倾斜下去了。基会渔港有47年历史，以前风台侵袭拢无造成重大损坏，不过这摆挡袂掉马灣风台外围环流引进的大型冲击，受损严重。其实这渔港是每年东海岸选湖礁体检的重要基地，海底选湖礁生态丰富，或者调查至少150种的各种选湖。即马码头拢被大型拍海去，或者烦恼选湖恐惊也受影响。在那个湾里面，其实有一些那个体型比较硕大那种微孔珊瑚，因为这次台风其实蛮扎实的，所以它带进来的浪呢，其实冲击就会蛮大的。每年4到6月也记录过选湖生卵，但赵伦讲，这是东海岸重要的选湖研究基地，伫风台过后会过来进行选湖体检。记者综合报道。